各位朋友，我點解會設立 NLP 呢條頻道呢？咁因為我發覺呢幾年呢，可能身邊嘅朋友啦，又或者即係香港整個社會咧，都比較負面嚇，多啲負面聲音嘅。但係我好深信呢，人係可以活得快樂嘅。咁所以咧就萌咗一個即係建立一條頻道嘅一個念頭。咁幾經辛苦咧，咁完全對即係點樣拍攝啊，即係咩器材啊、edit 啊，完全都係一竅不通嘅。咁亦都好多謝我哋身邊嘅朋友啦，俾好多意見我。咁自己亦都不斷上網抄啊，去尋找啲資料嘅。咁終於咧都叫做面世啦。咁今日咧可以同大家介紹下 NLP 頻道。咁其實喺嚟緊咧，我都會邀請好多唔同嘅朋友啦。咁去分享下一啲關於佢點樣快樂人生嘅經驗嚇。咁喺裡面當中咧，有一啲可能係我自己嘅學生啦，又有啲可能係我嘅朋友。咁有啲可能朋友大家會認識㗎嚇，咁亦都可能有啲大家唔認識。但係最重要咧係大家可以喺聽到佢分享嘅過程當中咧，了解佢哋點樣諗法啦嚇。即係喺佢當面對問題啊，或者佢有個要求嘅時間，究竟佢點去思考咧？佢點樣面對，你知自己可以活得精彩啊嚇！咁我亦都希望啦，咁如果你身邊有啲朋友都喺佢嘅生命裏面咧，或者佢遇見嘅困難又好，或者佢對快樂一個新嘅體驗嘅時間咧，我都想你話俾我聽喎，等我都去訪問下佢。咁你可以 email 嚟呢度俾我哋等我知道啦。咁我都會去揾佢嘅，去同佢傾下，希望將佢啲咁快樂嘅經驗咧，可以同大家分享。咁最後咧，我希望 NLP 頻道咧就好似一個加油站咁。等大家喺人生嘅旅程裏面咧，中間我不斷同你打氣，OK 加油，以至咧你可以擁有一個好快樂嘅人生嘅。